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桃园平镇客家庄，要来找桃园当地仅存唯一会做客家诗的刘文珍师傅。而且我不只要找到他，还要跟他学如何制作纯正的客家诗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步骤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我们就要先剪这报纸哦，先粘报纸。报纸是第一层，有没有？第一层。好，放上去，先用白胶就浮上去，好，浮上去，再就开始就粘这个纱布。哦，第一层就是纱布了。对，每一层都是纱布，好，这样。通常制作一个狮头要多久的时间？差不多要1-2个月哦。1-2个月哦。对。那这个要等它干，那通常要等几天？我们是有太阳的话，晒也要3-4天哦。最难做的都懂一下，这前面这一块是最难做。因为它凹凸不平，有没有啊？你要去粘很不好做。所以就是会依照每个师傅不同的想法，做出不一样的狮。对，客家狮嘛，人家讲究3不像。你说人鼻不像人鼻，猪鼻又不像猪鼻，狮又不像狮，这样说3不像。忙了一个早上，终于完成了狮头的模。接下来我要来试试帮狮头上妆。那我可以现场试看看画吗？可以啊，我这鼻子这边给你画一个火焰，这边也可以画一个太阳。哦，所以我就照着这个画。对，好。其实我现在有点不敢下笔，因为我很怕毁了这个作品。所以如果现在我要画一个简单的是，你就是可以像这样子啊，大概好，就勾它的线条就好了。勾它的线条。对。狮头上一个八卦，左右边画上太阳及火焰，再画上代表客家的桐花以及纪念楚汉争霸的汉书。这是我做的客家狮头，你喜欢吗？刘师傅还说，客家狮不仅仅是舞狮，而且还能武打。那老师，我要开始哦。好，右边，嘿，哇，哟，哇，哦，嘿。嘿，没想到看起来憨厚笨重的狮头，在刘师傅的舞动下，竟让我半步也近不了身，真是厉害的舞狮啊！